这一次的话，我们餐饮业大部分的同行来说，大概都少掉了7成、8成，等于说现场来客数跟往常来比都只剩下2成。有的像我们台南市烹饪工会就有给我们很多这样的讯息在协助台南市所有的餐饮餐厅，然后来申请这个补助的活动。政府这一次补助的对象是以说要有做优惠活动才能够申请到补助。一开始对很多店家来讲是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确实从这个方面来着手做一个努力之后，觉得对餐饮还是有帮助的。我是赤坎澎湃商圈的总干事。那市府也协助我们赤坎澎湃商圈来推动一个振兴的一个计划。我们把台南400年最老的文化串接起来。那地方的创生，那例如每年我们会固定举办的赤坎万神节、生活节、一灯节等市集活动。那在疫情的防疫期间呢，台南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也邀请大家乐活台南，享受不一样的文化生活体验。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远见杂志5月底公布2022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台南市8大面向施政表现满意度达75.5%，6都中排名第1，其中经济与就业项目更是全国第1。在积极防疫期间，台南市也努力协助各行各业的复苏与振兴。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这一波的 Omicron 疫情对于制造业的冲击有限，所以台湾的出口都很亮丽。但是对于服务业、餐饮业这些传统产业，事实上冲击是比较大的。以这次全远见杂志的民调来说，台南市的这个经济就业的部分的满意度有69.2%，这个在全国来讲是最高的。但是看了其他的部分包括这个安全、治安、卫生，我们的满意度都有70%到80%，这个都是6都第1。这个部分给市府团队的一个启示是，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我相信我们市府团队一定会为许多餐饮业者做最快、最速，而且最踏实到位的这个服务。希望说，这个是国家希望说能够带给餐饮业者纾困，尤其我们特别着重的是很多小事业者。这些小事业者，他们虽然没有这个开立发票，但是他们事实上是第一线直接受到这个餐饮疫情冲击海啸的第一波。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个小型摊贩业者，我们会是作为第一个辅导的重点。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永康区因为人口多、土地争夺，所以地政局编列了7大中划区来积极开发。对此，议员林养义虽然乐观其成，不过以利王公墓为例，因为包括迁装、进塔等公告、保养、查固等相当繁杂，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同步加速进行，避免中划遥遥无期。亡人爱迁走嘛，爱公告，我们要进塔，还是因要去别位，暗时那个山呢下底。因管网迁了的下底，都钉塔下底都有足地。较早古早时代老的钉塔滚啊站，所以恁办中划啦吼，恁爱同步做一道，袂使讲今年办这项，明年办这项，后年办这项，你办10年，义王会网补中划，你无在地办好势。你来分工合作，该正经的，该扣开的，扣开恁这是爱公告啊！永康公所人便便啊！你要公告讲，网底下讲是公告，讲是要迁走。重划计划书公告以后，要做坟墓的这一些补偿的查估，今年有编补偿费。
那工程的基本设计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基本设计完了之后要进行细部设计，然后请各相关局处来审查。我们预计明年的下半年要来开工，所以前面还有很多的工作，就像议员说的，要赶快先做查估补偿啊，然后签账。那要签账干净了以后，那才可以开工。另外，针对地政局开发工程已经聘用专案管理工程顾问，同时佮编列工程奖励金，议员质疑其他局处拢无这款的做法，感受涉嫌集体贪污。对此，地政局长澄清，一切按照工程奖金要点来发放，主要是鼓励工程业务人员的执行绩效。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台湾推动智慧农业来提高生产效益，其中无人非农机运用的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市府得到关田在地企业捐赠6800罐的稻草分解菌，用无人非农机来喷稻草，但免用烧的，造成空气污染。不止省时省工，也省药剂。副议员游泳池伫中日巡大力推荐。要求市府一定要积极推广。无论这个喷的路线呢，足精准，咱咧行会歪，伊则行袂歪，吼，啊，这喷顶悬啊，吼1.5嘛，后面了啊，行宽度呢有4.5啦，吼，这个当喷足快的所在，药物呢，分解液呢，会当整个容纳到迄个面点内底咧，吼，一打过吼，这个我31喷，迄个稻草刮开，离个所在。但是大家车人呢变付出去啊，去我徛伫市场的边啊，拄啊因爱打理饮一个这付出的气，我就闻到什么味？付出的味啊，就是已经融化去啊。市长，这你现场有看嘛吼？啊，这免咱推广，啊，这毋是咱台南市即马第一个发明的嘛？这是算讲用迄个菌吼，是咱台湾本地菌，毋是外来外国进口的菌。这个菌是枯草杆菌，枯草杆菌是咱家己本身台湾家己本身就有啊。家己发明的对啦。啊，所以因是甲这个物件，这个菌甲浓缩啊，甲做有水安尼来喷。啊，你讲伊即马试验起来吼，农业试验所试验起来是真成功。第一，免袂造成空气污染，吼。第二，吼，可会当减少用有机肥平均1公顷会当减4500的肥料钱，哦，啊，佫有其他的好处，包括足紧。头你讲的，人工都转几步，转到叫要用去，啊，伊安尼足紧的，吼，啊，佫省时省工，佫成本得利，吼，啊，这部分咱台南市政府咱会开一个标啦，吼，嘛无一定是做一间来做得标，咱是应该是公开，吼，啊来甲农友会合作，啊来甲农民合作来替农民服务啦，安尼。议员游泳池进一步表示，因为客家是饲石斑大宗，过去石斑90%拢外销中国，不过因为中国突然间宣布暂停进口，互养殖户损失惨重。毛议员游泳池伫中日巡要求农业局一定要积极辅导。对此，农业局长表示，一定配合中央推广无用药仔饲的生产管理甲产销，并透过电商平台来推广内销，协助市民降价冲击。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北门区乡亲因为监管反对伫金湖里设立土质风资源对地场，烦恼该场会破坏现有的盐分改良工，造成附近农地淹水。所以21号中日巡议员蔡秋兰再次向市长请兵，希望市长撤销该土资场的许可执照。对此，市长面卡回应，目前已经是停工的阶段，一旦获得盐分改良工得撤销执照。这就是进前我本身已经有去遐足侪斗啊，而且呢，现里啊本身拢徛伫现场啊，吼，所以这个所在是离咱的住家很近。伊这条路是达20米的宽度尔，大车嘛袂使入来，所以呢，本身伫遮吼，那拜托咱市长重视这个砖头，因为讲实在，这个砖头。并无讲什么工厂啦，是加工厂啦，是啥物拢无。因为市长今仔有来答应讲，咱的乡亲讲，
他现在是停工的状态啦。市长也答应说，只要说有看到管子就无要互施工，就是停工的状况就对啊。拄则你嘛有讲起着，我曾经我伫个咱议会大会承诺，那准伊挖着迄个叫做土质改良馆吼，迄个真正是土质改良，毋是讲咱凊彩台的啥物铁管啊、钔管上的吼，是真正土质改良馆吼，我一定要求伊停工。目前啦吼，毋是挖着迄只停工，即马已经是停工的状态。吼，咱嘛要甲厂商讲，就是讲，你即马停工，互阮来分了来找看觅，若准有的话吼，就要要求你吼。这点我阁再一次甲你承认嘛，感谢你的关心。根据了解，北门金毛里甲七股当地一直以来上界出名，就是种洋香瓜，产地有一个每台斤有8到10块行情。资料表示，去年加拿电商出销到2000多粒，所以一定会好好人手协助行销当地农产。咱甲促销迄个哈密瓜，对，去年促销2000多颗，今年促销500颗。咱敢毋是，这是电脑卖的哦，毋是讲咱去共运销的，所以咱未来对着金额，包括七股的瓜啊，这个北门区这足好的这个物产，咱就用心来帮忙农民促销。淡青洋香瓜种植面积已经是全台第一，主要栽种就是伫金湖里，加上当地属于盐分土壤，农友的技术成熟，才互洋香瓜相当抢市。无希望小土地方的资源场受影响。咱的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你的局长讲啊，市长都无要搁投钱入去啊，恁搁大家等下来补。社农界7日伫议会质询时指出，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琳涉嫌3项盗窃以及1项勒索等案件。对着这指控，经发局长陈凯琳13日也由律师的陪同前往地检署申告社农界诽谤。对此，社农界经过几项资料汇整，并甲相关人士洽谈后，21日来到台南地检聚众告发陈凯琳摘奸发福挑战官商勾结，这是我多年来一贯的风格。那在这一次，我4月份就接到这个检举函，那我是经过调查以后，多方的调查，我才在议会提出质询。那怕人的话救人，这菜的话俩菜。当你心虚的时候，你就会做出各种动作。我们是不断在观察，所以陈局长呢，对我提出这个所谓诽谤的告诉，我当然欢迎来告。那我也会请检察官调出相关的证人。今天呢，我对他控告就是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1项。那第2款还有第6条图利罪，那第4条就是借势借端了，包括租房子没有经过市长同意，包括你恶劣的把这个职员降职，然后后续调不知情的人来承办，这个过程里面写的巨细靡遗啊，人证啊也愿意跟我接触了嘛，所以我会陆续所有的新的证据，我们会陆续补充，到台南地检署。对着社农界市林申告一事，台南市经发局长陈凯琳表示，日前已经到台南地检署提告社农界。6月13号，跟着律师随同到地检署，已经按铃申告谢龙介先生诽谤。那现在目前也在依法侦办中啦。那第2个我要强调的是，我想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应该要受到尊重。不应该用黑函或者把司法机关当成一个选举的工具来做造势。那我也相信，我深信司法会还给我跟我的同仁清白。那我想谢龙介既然已经提告了，我们就去法院说清楚、讲明白。那么一切交给司法，不要再用这种抹黑的手段来做选举了。那今天谢龙介先生用这个所谓加工的这个制图来提出对外散布。我想会提出加重诽谤。陈凯琳表示，社农界既然已经提告，双方就甲法院讲好清楚，也呼吁社农界莫以抹黑的手段来进行选举。另外，针对社农界21日的言论，伊也将对家提告加重诽谤罪。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为了让中价位得肠癌患者增加保留肛门的几率，吉米医学中心在2016年引进上新的真肛门全直肠细膜切除手术，并甲原本的腹腔镜微创手术结合。手术方式是伫巴肚顶拍开4个空喙进行微创手术，也为肛门装设另外一组腹腔镜，为腹部以及肛门两端进行手术，达到肿瘤切除，大大提悬保留肛门的几率。我们医院在5年前学习引进了最新的手术方式，深不转路转，我们是由从肛门譬如说距离肛门口，我们从下面往上做，我们在肛门口的地方可以很清楚看出肿瘤的位置。然后因此界定出我要距离肛门口要有1公分或者有2公分的安全距离。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远处的地方做一个缝合之后，开始做手术。我们从下面一路往上逆着往头侧的地方一路进着手术过去我们都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从很大的空间一直往很狭窄的空间做手术下去，一定是越做越困难。可是我们倒着做，从肛门往直肠头部做上去的方式，则是从很狭小的空间越做会越宽敞，最后进入整个腹腔。这种方式第一个你可以更明确的保留肛门，第二个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对肿瘤的安全距离把握的情况是如何，一样的可以达成一个完整的手术切除的治疗方式。周医师表示，不管手术技术安怎进步，为过去传统手术到现在微创手术，或者是达文西的手术，是机械进步，但是以往的手术方式，拢是由腹腔往骨盆腔进行。而目前吉米所引进的上新的手术方式，是为肛门往腹腔的方向进行。安尼的方式，更会当提升保留肛门的机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货架上满满摆着各式商品，从洗发精到零食，包含了台湾与印尼的产品。老板李安娜正忙碌地整理清点，看似平凡的印尼商店，却隐藏着美味的料理。因为菜单天天轮换，有时甚至是看老板今天的心情更动，被熟客戏称成每日主厨限定。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每次来都吃一样的东西，人家也会腻啦。那我就想要做比较不一样的、特别的，固定的。今天有这个 menu， 这个菜色，这个菜啊，想要吃的人，他们都想说固定知道说，我们这家大概礼拜几有什么特色的菜，这样人家就想说，我很想吃什么那一种，比如说像今天有那个鸡肉干面，有可能他好几天想吃的。但是他等到那一天他吃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不一样。谈到最开始开店的动机，则是身为基督教徒的老板，希望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让相同教会的印尼同胞能够敬拜。因缘际会下，就顶下了准备盘让的印尼店。那我先是看到这家印尼店，他说：“你要不要做看看？”这样，我是想说，还 OK 啦，就这样做看看啦。重点是我本来刚开始想要。如果我有一家房子的话，有空的地方，我就要捐给教会来敬拜，因为很多印尼人在台湾高雄这边，他们想要找一个地方来敬拜。那我去楼上看到4楼的时候，刚好有一个空的地方，那我就想说 OK， 那这个我要住下来了。而今天的限定菜单是巴东牛肉与鸡肉干面。巴东牛肉饭包含了炸鸡蛋、菠萝蜜咖喱、炒木薯叶等等。主角巴东牛肉在经过长久的炖煮之后，吸满了香料和椰奶的精华，看起来黑黑一块不起眼，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那个巴东牛肉是煮的，要煮3个小时，然后加了很多一些调味料，就慢慢的去熬它，去煮它，就是有那个椰奶的那种入会的进去里面的那个味道。而鸡肉干面的汤头加入香茅、姜片、沙兰叶等等印尼风味的元素，熬成咸咸又甜甜的酱汁，淋在细面上，豪迈的搅拌混合，油亮油亮的，好诱人。鸡肉干面是我们用鸡胸，把它切丁，切小块，然后再加红葱头、蒜头、酱油，然后把它炒一炒，炒完之后再煮，像一种汤那种的话，就加很多酱油进去。
不止现代人，现在连百货商店也讲求斜杠。老板用自学的好手艺以及每天轮替的菜单巧思，让来这里补充生活用品的顾客也忍不住停下脚步，带走一份好味道。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纯白的画室里，墙上与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艺术创作。仔细一看，有油画、水墨画、石膏工艺，甚至一罐玻璃瓶里还放着黑色西洋旗的模型。但不要搞错，这里不是某个艺术大师的工作室，而是绘画与手作的体验教室。教室里的每个人都正专注地进行创作，其中就有一位学员抽空向我们分享了上课的感想。其实蛮开心的。对，因为也没有想到说自己可以做这样的作品出来，对，因为可能也老师的教得好，然后配合他们就可以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这个地方是属于比较推荐给没有基础的，然后来体验的学员参与这样。这位学员的作品充满了流动的线条以及温润有质感的色彩，看着他下笔熟练的样子，仿佛画山梵谷一样自信，完全看不出是没有绘画基础的新手。而这间画室就是希望没有学过绘画的人都能在这里享受艺术。这是大理石的酒精画时钟，对，然后它是用酒精然后去渲染的效果做出大理石的时钟作品这样子。它主要就是去表现说，大理石纹理的那个肌理，然后但是学员在这样子的雏形上，它可以去做纹理的改变跟色调的改变。对，那其实他还是可以创作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为了让零经验的人不用担心失败，这里的课程都会依照学员程度进行设计，而且种类超丰富的内容也绝对能够满足您的需求。例如今天的体验就分为绘画、速写、酒精画、石膏扩香11种，其中速写就非常适合绘画入门的初学者。不会绘画初学者来画画的时候，不会觉得哇素描好难或水彩很难，对，而是他可以用比较体验轻松的方式去，简单的去有领略一下素描，然后也有一些水彩的部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体验课会提供线稿，但我们也会问那个初学者说，你想要自己尝试构图，还是你想要有线稿？我们会让自己选择。因为可能刚开始他有线稿，就是还蛮不错，然后老师就是跟你讲一些技巧以后，比较能够回想到小时候学的素描的那种过程。除了绘画，他们的手作课程也有独到之处，像是结合花艺概念的石膏扩香石，就让不同材料完美结合，产生出独特的风格。而且扩香石的画框，据说还使用了某种特殊的技术。我们的课程会有石膏、花艺跟3D 列印这3种，然后去做不同的变化跟改变。对，然后我们也会让3D 列印这样子的素材融进石膏的媒材，也可以让石膏媒材融进3D 列印。那这些东西看起来其实它们是不同媒材，但是表现起来其实是没有违和感的。在手作课程里加入3D 列印技术之后，无论是从无到有的制作模型，或是使用独家的模具进行创作，都让这里的体验有别于其他的工作室，不会有千篇一律的作品。3D 列印的这种技术，然后可以让学员就是把他自己脑中想象的东西，然后加入到可能剩下的绘画或者是手作的课程里面，那等于他做出来的作品就会变得跟市售上一般的课程比较有一点鉴别度这样子，他就可以感受到说，真正有一个东西是无中生有，就是我好像真的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是别人没有的这样子。典雅的室内设计以及充满艺术气息的摆设，常让经过的人误以为这里是咖啡馆或餐厅，而这正是负责人开设画室的理念。无论是学员或老师，都能够在充满美的环境里尽情享用丰盛的艺术大餐。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